的手机关做震动，或是关机。咱做伙伫上帝面头前，三角来敬拜上帝，伫安静的中间，伫和谐的中间，会当是伫无受影响的内底，咱做伙来敬拜伊。今仔日嘛是咱202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啦，吼，所以你有感谢上帝带领咱平安经过一年无？吼，若有的话吼，咱伫你头前后壁面的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看到你。意思就是讲吼，伫今仔日嘛是咱2023年的最后主日吼，咱也有缘会当看到彼此吼，是上帝赏赐的平安，嘛望咱会当三角伫今仔日做伙来敬拜主，做伙来领受上帝伊满满的祝福甲恩典，请咱做伙起立，咱三角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就欢喜来到伊的面前来学乐伊，咱做伙来拍鼓仔来学乐上帝。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大咱的一日，大咱的一日，要欢喜吟诗，要欢喜吟诗。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大咱的一日，要欢喜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大咱的一日，大咱的一日，要欢喜吟诗，要欢喜吟诗。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大咱的一日，要欢喜吟诗。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时牧师要邀请咱，你去找3个到5个人，甲伊讲，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我真欢喜看到你。5个人哦，找5个人吼，至少3个到5个。咱来唱华语的吼，华语的哈。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赞美不要停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依然要赞美他。尊贵的君王，全能大主宰，从亘古到永远。在何永在，快来的君王，何等荣耀！你的奇妙慈爱高及诸天，心是他大穹苍。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超乎万民之上生命，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教会再次站立，欢呼称颂直到永远。到永远，咱去甲主讲尊贵的君王，尊贵
伟的君王，全能大主宰，从亘古到永远，记载和永在，快来的君王，何等荣耀！咱甲咱的主讲，你的奇妙慈爱高举诸天，心事到达穹苍。咱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物万民至上生命，赞美的声音不停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教会再次站立，欢呼歌颂直到永远，到永远。你的教会，你的教会再次站立，欢呼称颂直到永远，到永远。俄勒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在神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来，甲咱的主讲，伊是伟大奇妙的上帝，阿门。咱个一边对头来唱这条诗歌，伟大奇妙上帝，我伟大奇妙神，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是瞎眼看见却对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时阵牧师要邀请你，你边的人甲伊讲，你的困难伫上帝面头前没有难成的事吼，甲伊安尼讲哦吼，甲你边的人讲哦，你的困难在上帝的面前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奇妙神，阿们。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这首歌，来。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是瞎眼看见却对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最后甲主讲，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咱用普仔声，用俄勒音根归予咱的主上帝，请坐。咱的主是咱一生中生命中的愿望。伊爱咱的生命会当常常掠伊做咱生命中的愿望甲帮助者。咱做伙伫主的面前来甲主讲：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愿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愿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引带我向前看，因为有
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咱的主是咱的上帝，咱就掠伊做咱生命中的亮光甲盼望。咱求上帝帮助咱，咱甲主讲，你是我亲爱的天父，来照顾我，帮助我。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望，因为有你是我一生的依靠。我亲爱的天父，引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我亲爱的天父。我亲爱的天父，引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这，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这时阵，我需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无论咱伫旧的年，咱拄着偌多的艰难甲困难，无论咱的身躯有侪病痛甲困难，咱用犹原来倚靠上帝。无论你的生活拄着什么款的风雨，咱伫新的年要来到的时，咱就更加伫上帝面头前来向主恳求，求上帝圣神来引带咱，帮助咱。互咱知影，伊一直咧甲咱三角做伴，甲咱三角伫地，向前看，互咱所徛的道路，咱所徛的位置，会当放伫上帝的眼光来行头前的道路。咱做伙同心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你伫阮的生命中，互阮的生命，互阮常常伫拄着困难的时，阮犹原要倚靠上帝，因为阮知影上帝你拢一直甲阮三角伫地。主啊，恳求上帝你引带阮，互阮的生命会当更加活伫主你的眼光的中间。但互阮无论拄着什么款的艰难，拄着什么款的艰苦，阮拢要犹原靠主得胜，靠主得活。主啊，愿上帝你将搁我的活命赏赐予阮。感谢主你，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同心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阮的上帝，阮知影你一直甲阮三角伫地，甲阮三做伴。主，你知影阮的劳苦，主，你知影阮的艰苦，主，你知影阮伫软正的时的忧伤甲痛悔的心。主啊，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伫新的年，阮会当插迄个新的标来跑走天路。愿上帝你引带阮，互阮伫你的面头前，互主看做是好搁真中的路谱。主，阮需要改变。阮需要更较侪祈祷，伫上帝你的面头前来得主你的欢喜。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搁一摆来引带阮。生活中有风雨，也会行行，我知影你伫这，有你作伴，有你作伴。生活中有风雨，也会行行，我知影你伫这，有你作伴，有你作伴。生活中有风雨，也会行行，我知影你伫这，有你作伴，有你作伴。
中有风雨，也会行行，我知影你伫遮，有你作伴，有你作伴。咱甲咱的主讲，我亲爱的天父，引带我向前看，因为有你来看顾我。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遮，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予我徛伫遮，来唱一首献予你的歌。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予阮也有一口气，予阮会当悠然徛在伫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主上帝。主啊，阮知阮的生命是何等的软弱甲不足，但只是阮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认定主你是阮的倚靠者的时，主阮知你是阮天灵的老爸，嘛是伫阮伫世间上，阮会当行伫世间的年日，会带领者引带阮陪伴阮。的主上帝，恳求上帝你引带阮，时常看顾阮的心，互阮时常会当亲像这首诗歌所讲起，亲像这首歌，阮要献予你，阮要常常感谢你，因为你互阮要悠然会当徛在伫众人的面前，伫阮的家庭，伫阮的生活，伫阮的工作的内底，继续为主你来跑走天路。主啊，阮为着这大大细项事，阮拢向主你献上感谢。恳求上帝你引带阮。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行新的年要到来的时，阮就较侪祈祷，搁较用心伫你的面前，做一个好的代祷者，好的祈祷的勇士，来为主你做好美好的征战。恳求上帝你引带阮，互阮无靠势力，无靠才能，只有我靠上帝你的荣光，你的权能，阮凡项事拢会得成。愿上帝你引带阮今日的敬拜，阮要将一切荣光归乎主上帝，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你边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甲主你，甲咱的主上帝三甲敬拜。咱三甲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一定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免伫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撒迦来因信息38首，俄勒全能的主上帝，请起立。俄勒全能的主上帝，主我的大君王，以罪你大亏来拯救你的俄勒主。
车坐。撒迦利启应上帝话，启应56篇，约翰福音第1章。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咧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诚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流血，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道诚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要独一个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稳定。律法通过摩西颁布。对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爸心怀中独一个囝有甲伊显示出来。咱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的诗歌是：咱着勇敢向前行。
感谢圣歌队学乐，咱即摆来攻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5章1节到11节。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来攻读。兄弟姊妹，我要甲恁提醒，我传互恁的福音，恁有接受，嘛用这做信仰的基础。恁若有坚守我所传的信息，毋是空空信，就会靠这得到福音得到救。我已经有将我本身所领受迄个上重要的信息传互恁，就是照圣经所记载，基督为着咱的罪死。我已埋葬，佮照圣经所记载，伊伫第三日佮活。伊有对彼得显现，佮对12使徒显现。后来伊有一摆对500外个兄弟显现，遐个人有诶已经死，毋过大部分诶人还咧活诶。后来伊有对雅各显现，佮对所有诶使徒显现。最后，伊嘛对我即个那阵无够活得出世诶人显现。我伫使徒中上微细，会肯定称做使徒，因为我捌迫害上帝诶教会。毋过有上帝诶恩典，才有今仔日诶活。伊赐互我诶恩典无落空。我颠倒比其他诶使徒搁较拍拼工作。其实毋是我家己，是上帝的恩典甲我同在，所以无论我也是因，这是阮所传恁已经有咧信的。咱请我牧师来传达上帝的信息。今仔日的题目是得做传话福音的使徒。弟兄兄姊大家平安。咱三个会当伫上帝面前做伙敬拜伊，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真神，阮所求叫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主啊，你是赏赐平安，甲阮三个伫地的主，互阮的生命伫你的赏赐的恩典中，通得到帮助的主耶和华。阮向你献上感谢。虽然有时阮会拄着患难、病痛、孤单、无助的时，总是你要帮助阮。你要互每一个找求你的人、求叫主你名的人，拢通做伙同齐，得到生命的丰富甲稳定。主啊，阮伫即时恳求上帝你帮助阮，阮着常常警醒来祈祷，做一位会晓感恩、有心志的人。阮会当做伙学习，带有使命，成做上帝你所赐的百姓。阮嘛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照耶稣所讲。阮着去，互众人、互众百姓做主你的门徒，做主你的学生。阮着更加谨慎阮的性命，认真做主你的工，性命着谨慎做好的模样，用主你的心做阮军队主的生命的尊敬。主，阮相信，主圣神要引带阮、带领阮，行伫上帝你所为阮所备办的道路。阮着更加爱互阮的生命好好来装备，好好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互阮领受着福分，会当真实互阮的生命得到结果子的生命，有改变的生命。主啊，阮嘛要恳求主你圣神，搁一摆来感动阮的内心，用上帝你圣经的话语来帮助阮，激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三甲来实践主你的话语，成做一个有美好生命、丰富生命的信徒。主，阮感谢你，当阮会当搁一摆三甲组织，用通过你的话语来做伙来隐秘阮生命智慧真理的时，主啊，阮要恳求你安静阮的心，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主你所要对阮讲的话。愿你即时帮助阮，帮助你的罗卜，互阮互每一个喙所讲、所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愿当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今仔日是咱202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咱时常着爱问讲，咱的生命有改变无？教会有改变无？
咱的生命有成长无？教会起造的顶面，咱有看见伊改变无？咱知影吼，今年咱嘛有3位咱的兄弟，来离开咱的中间。我体会足深，是感受到人的生命非常的短暂甲有限。人的生命的短暂甲有限，嘛，互我搁较深的体会到，要安怎搁较着爱尽力、尽心，把握咱了活的年日来为主来活。所以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你的生命唔通空空咧说，你的生命唔通空空咧说。人的生命唔通空空咧等说啦。人的生命就爱常常去思考，到底我活的年日，我要安怎为主来活？我嘛非常感谢上帝，互我会当甲咱教会做同工三甲做伙伫服侍的中间，去经历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赐福是让我们在彼此的同工里面、服侍里面去经历他、经历神。但是我伫这个所在，我真感谢咱每一个同工，恁的着磨。我相信为着主的教会齐心努力付出的人，我相信咱拢会得到上帝的祝福。阿们。但是有做项代志，是因为咱的不足，因为咱的生命是何等软弱。有时咱随所讲，甚至咱所表露出来，有当时无拄拄是上帝意爱的心意。迄个时阵，咱要安怎办？所以我伫遮嘛非常多谢每一个同工中级，每一个同工恁的着磨牧师非常的感谢。牧师特别感谢恁会当包容牧师有时无够细致牧师捌听咱捌甲咱常常甲咱分享牧师过去脾气无介好啦，所以有当时牧师是足急性，讲话较着急。嘛有当时讲话会较大声，亲像我咧唱歌共款伫这过程的中间牧师嘛爱甲同工抱歉有时我咧讲话会较大声但是我的大声是代表我的心内的着急，但是我会为着这个代志，甲咱回实的。我恳求上帝怜悯我、赦免我。我嘛时常咧甲主讲主每一摆我准备在讲道片的时，上帝拢咧对我讲话，对无？我几个礼拜拢甲咱分享，所以我伫遮嘛要甲咱的同工特别伫即礼拜我甲咱的慧燕执事在言语上有非常大的冲突，我要跟慧燕执事说抱歉。牧师真的是非常软弱。我曾经为了这些事情，为我自己讲话的声音，为我自己讲话的冲动跟语气，跟向主认罪跟悔改。因为我知影，上帝若要用的人，就要更加伫咱本身所讲的话所造成的伤害，爱安怎？爱认错啦，爱好大认错啦。所以兄弟姊妹，我想起圣经内底那个圣经内底雅各书第1章19节讲：我亲爱兄弟这是恁所知影，但是恁逐人着爱紧紧听，慢慢讲，慢慢想起。咱知影慧燕执事是一个足温柔的人，对无？但是会当互牧师讲甲激怒起来迄代表安怎？迄代表牧师讲话是足冲所以我时常想到这事，我拢伫主的面前讲：主怜悯我。可能我的表达爱搁较侪智慧。求你，互我会当学习，亲像雅各书内底所讲会当紧紧听，慢慢讲，慢慢想起。有当时咱看到可能人听无咱的意思的时阵，咱会想要着急，意爱要讲，但是有时包含咱对咱的太太、对咱的丈夫，甚至对咱的兄弟姊妹的中间，有时咱嘛会安尼。所以咱着爱常常为着这个事，2023年要过，咱着爱常常回想咱伫做上帝的工也好，伫家庭的内底也好，咱所甲人所发生的冲突的内底，咱要安怎去做改变？兄弟姊妹，我真意爱保罗，伊讲亚伯拉罕所信的迄位上帝是啥？是叫死人得到性命，是互人有性命，是互无变做有的什么的上帝，对无？
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所以我认为可能你会感觉讲要安怎让死人搁活？我感觉就是让咱这个安怎，咱这个老我的生命要怎么样？要转变了，要改变了。所以今日牧师用一个主题要跟咱分享，叫做咱就做一个会当传搁活的福音的使徒啦。咱拢知影，咱要传福音是要传啥？传耶稣尔吗？耶稣已经死啊啦，已经搁活啊。但是伊有一个使命的工作，就是传给每一个相信伊的人，就要相信迄个搁活的耶稣要带予人生命愿望。若即个愿望伫咱人的生命中间，是啥物愿望？敢毋是就是予咱的生命，伫无好、伫无法度通改变的生命内底，安怎？重新得到安怎？得到改变嘛。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上帝通过伫今仔日要跟咱做伙分享即个圣经在的中间，上帝嘛咧甲我讲你要传即个福音，到底要传的福音是啥？是着爱人的生命有改变的生命，是当真实搁活的生命。所以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看一下你要去想你要去了解，当他在看你的时候，你就要去检视你自己伊咧甲咱看，到底我的生命有改变无？兄弟姊妹，这是一个足趣味的工课，嘛是一个足趣味的学问。就是咱的生命要安怎伫主的话语的内底、真理的内底，重新活出、行出一条新的道路，敢毋是？无你今日坐伫遮要创啥？听牧师讲，牧师无讲的，可能比迄 YouTuber 有诶，佫比我佫较敖讲的呢。但是咱爱通过圣经的话语，佫一摆重新来回想，到底咱要安怎服侍上帝、服侍人，敢毋是？这就是咱信主的目的。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互我、互牧师一个足深的体会，服侍上帝的道路是爱会当做伙行入去一条叫做合一的道路啦。服侍的道路，毋是你想要来服侍，迄叫做服侍啦，毋是啦。服侍的道路代表是你必须爱伫这个团体的中间，你爱开始学习去改变啦。我一直牧师做爱举这个圣歌队的例为什么？因为圣歌队代表是啥？合唱的团体嘛，对无？是安怎伊要合唱？我今日我敢会使讲，我足感动啊！我唱的足大声，哈，会使袂？袂使呢，不可以耶。所以每一个圣歌队员，当你咧唱歌的时，你着爱对着迄个行列，安怎？照即个规矩安尼起来顶面，然后安怎？改迄条歌改完成。你不能照着你的心意来走，不可以耶。迄叫啥？走进合一的道路啊！我敢会使指挥讲伊，咱讲恁等下恁会知去恁家己先练，我来了，甲恁比就好啊，敢会使？袂使。伊得爱准时到，甚至爱搁比咱搁较提早到呢。兄弟姊妹，服侍上帝的道路是爱做伙行入伫合一的内底。我问咱，家庭有无？有服侍无？有啊。你甲你的丈夫，你甲你的囝儿，你嘛是咧甲伊服侍。上帝爱咱用听服侍咱的亲人朋友。当你咧甲服侍的时阵，你常常拄着咧冤家的时阵，你就无法度通沟通啊？敢会使？袂使。袂当沟通，你就继续沟了就通，一直讲，一直讨论，一直分享。所以我一直感觉，服侍上帝的道路，真正是爱互人，就爱行入去伫一个合一的道路，这才是真实的服侍。所以我认为，一个人若希望会当行入去伫合一的选择，一个人往往会甲伊家己的选择是倒头边的。我搁讲一摆我举一个例好啊我时常拢会讲囡仔唔通常常对伊大声细声，唔通甲伊拍，就爱甲伊好好甲伊教，对无？这牧师伫讲台顶一定安尼讲的嘛。但是即礼拜阮为着阮迄个乔恩唔知安怎，我看牧师尔伤透脑筋，伊常常变啊足差，伊要爱的物件，因为伊袂晓表达，伊就是迄个面你看起来讲魔鬼撒旦。你的心浮气躁起来。
我真正无法度，到底伊是无水呢，还是腹肚枵呢，还是爱困呢？拢试过啊，都是无办法。只有伫迄个中间，我发觉我的情绪、我的反应、我的行为，我一开始感觉教囡仔应该是安尼嘛，对无？但是我的行为、我的情绪对你改变无？当然对你影响啊。所以我咧讲，一个人若希望想要行入伫合意的内底选择，往往甲伊所家己的选择是倒头边的，做出来的行为是倒头边的，安尼有了解无？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一群人三甲做伙伫教会咧服侍上帝，咱就爱更加认捌彼此啦，要认识彼此啦。你要认识我，我也要认识你。好，过去牧师我拢毋捌，我认为讲你若无法度通接受我的意见，安尼你就莫同工。好，但是我后来感觉毋是安尼呢，是我要安怎将上帝互我的感受、互我的理解，要安怎将这个圣工会当讲互知、讲互明白。然后邀请兄弟姊妹，互伊会当做伙来参与，这才是真实的服侍。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头前，咱爱常常想讲，咱做伙是要做啥物？这已经毋是一个人你想要做啥。伫教会参与服侍，毋是你要做啥物就做啥物，嘛毋是你想要爱要做啥就做啥，袂使这。咱要做伙服侍，就是爱，咱就爱想讲。咱会使做啥物？所以兄弟姊妹，我真感谢咱的教会伫2023年，咱有做活动、教会硬体也好，小组内底也好，生命分享见证也好，咱有看到教会有进步无？有哦。咱有新人入来无？有哦。咱有看到有人立志落户伫咱的大桥教会无？有哦。我认为这就是感动的事。2022年，当东港咧甲牧师讲，牧师啊，是安怎咱的兄弟姊妹新人入来，但是新人搁出去。我讲，咱着爱实践，好好去认捌彼此。咱爱去甲因牧养，爱甲因关心，毋是恁交互牧师，是咱爱做伙来行。所以，甲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你嘛着爱好好关心兄弟姊妹，你嘛着爱好好关心兄弟姊妹。我们彼此都要互相彼此关心，所以你若感觉伫教会，你有感觉讲这个人，你想要甲伊熟悉，你会当伫礼拜刷，你会当去甲伊问，讲我会当甲你问者，问者，你叫什么名？我真爱过去牧师自从要开始做传道到这我就感觉迄个牧师牧师的职分伊必须得爱一人去熟悉众人啊。所以我常常咧想讲，我一定逐人拢会感觉讲，逐人拢捌我，但是我毋捌伊，安尼是作失礼。所以我常常若看到迄无熟悉，伊若加看我3秒钟，我一定会甲伊讲，歹势，请问你叫什么名？因为我惊伊讲我袂记你即个人，无甲伊记咧，我是失礼。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会当三甲伫即个主的厅的内底，要起造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教会，甚至咱的信仰的时阵，咱就爱明白。认捌上帝主耶稣，咱拢是咧领受福音、生命宝贵的福音，阿门，对无？但是当咱咧领受的时阵，咱拢学习你要安怎跟对耶稣来做一个啥门徒啦、门徒啦。甚至呢，咱就爱甚至去思考，到底我的生命要安怎样对死人中搁活？迄叫做顶头生啦。所以为什么要洗礼的人、要受洗的人要上课、爱上课？上什么课？上牧师会甲你做陪谈、陪读，互你了解要安怎祈祷，要安怎认捌咱的一寡专有名词。我甲恁讲，谁让我会讲专有名词？最无信的像圣诞节，你听牧师讲，有当时会听到一寡事，会感觉讲听无啥有，对无？圣神没有，我感谢主哦，真正感谢主哦，代表伊真用心在听主的道理。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真旦姐妹伊来到咱的教会，可能无干2个月，但是咱看见伊的生命一直咧敲找即个信仰、即个真理，咱是毋是爱更加有份，爱去参与对外去人传即个福音，互人会当领受即个白白的福音，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一个基督徒就爱成做一个，毋是干那军队，亲像。军队里耶稣边仔这门徒，12个门徒，
这12个门徒，因是对甲哪？对甲耶稣死，佮活了后，因较真正认捌着，因本身就爱真正亲像耶稣共款，对死人中佮活，就是带有愿望的啦。所以兄弟姊妹，你有愿望无啊？你有愿望想要为主来传福音无啊？传什么福音？传迄个各活的福音，敢毋是？所以咱传的福音毋是死的福音诶，咱所咧传的福音毋是耶稣基督有各活这项代志难定呢。咱咧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各活，伫我的生命内底，我有各活无？我有顶头生无？所以为什么牧师咧常常甲咱讲，你爱向你边的人看者，伊有笑容无？伊有喜乐无？伊有愿望无？所以兄弟姊妹，这真要紧，因为这个代志就代表一个人伊的生命到底他有没有经历到重生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唯有经过顶头生的生命，伊的生命才会当活出有信心，会行会久长啊，行咧安怎有智慧啊。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的信仰甲其他的宗教上大的差别在伫倒？信心。什么信心？因为信心是来自于倒位？来自信念，叫做意念，对吧？我对这项代志我已经了解啊，我对这个人有信心，对吧？这个意念嘛，对吧？好，我看伊，会使可以，像我真爱若是迄个物件有歹去吼。我袂马上把它丢掉。电子产品哦，咱哪会使？咱有迄个电子产品歹去哦，唔茫随弹掉，你要找承恩执事，足厉害呢，真牛呢。牧师讲有一个刮胡刀吼，在德国的，足久啊，用足久啊，无唔感觉得好甲。我讲无爸爸你起来，我请承恩试看卖。伊竟然我当找出零件，佮甲伊修理好呢。所以兄弟姊妹，当我了解这个人，伊是真正会晓会当的时阵，我就交互伊，因为我有信心。但是我必须得爱了解这个意念，了解对伊安怎有产生信心嘛？这个意念会决定咱的外表的行为啦。所以兄弟姊妹，当我感觉这个人伊是会使一个，我的外在的行为我就会带出行动，然后交付给他，我对他有信心，对不对？对嘛？所以，他拄仔牧师一开始有讲到吼，当我对当工可能伫讲话中间向安怎想讲咧足激动的时阵，代表我的行为无安怎，伫我的意念内底，我就是认定我的同工他没有清楚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的安怎，我的情绪就怎么样，就来了。因为我的信心，我对他所讲的，我对我自己所讲的，我就是觉得啊，反正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所以变成啥？迄个信心就无够，然后我的情绪嘛受到影响。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一个人得爱好好把握，咱要安怎样伫基督的中间，真做主的欢喜，这是非常的要紧。基督徒常常得爱思考这项事。所以兄弟姊妹，雅各书第5章16节，咱这回来谈吼，来，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什么是义人？义人叫做做伫下面的人啊。所以我伫主的面前，我甲主讲：主啊，如果我甲我的同工若已经有冲突的时阵，我爱认罪啊，对吧？我爱求主下面嘛，对吧？我若无认罪吼，未来我的祈祷我所做的工会安怎？会有果效吗？不会有果效了。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不相时，当你甲人的关系、甲你的亲人、甲你所做的同事有发生什么款的关系的冲突的时阵，你就爱为着这个事来认罪悔改祈祷。所以我认为基督徒的一生啊，认捌耶稣基督了后，伊的生命为伊的生命所会带来什么款的生命目标，就是要安怎做一位传各活的福音的使徒啦，敢毋是？所以我常常举这个陈默大哥。陈默大哥伊自从过去，期待讲伊想要甲牧师伫教会，要安怎来下地招人来做什么事业，后来对牧师出去伫募款的中间，愈来愈清楚明白牧师的意向哦。
然后伊就完全改变伊的想法，就是互人的比共体，佮较安怎，佮较有福气啊！这就是伊得到的。我对伊的生命中间所看见的，因为伊一开始我头拄有讲到，是讲想要来做什么一番事业嘛，对不对？但是神让他的身体学习软弱下来，交托给神，然后豆豆挖靠上帝，然后豆豆伫实践服侍的中间，甲牧者做伙合一。所以伫个过程的中间，伊认捌到，吼，伊的画作吼，对这个3800块，敢若是3800吼，2800，吼，卖甲2400、2200、千几，吼，到600块，到最后讲无事，我这拢要送啊！真正哦，做这画作敢爱轻，敢爱开钱，嘛爱呢。有时我妈妈讲，你敢有法度会使接无？伊讲无要紧，无事，红红的。因为每一摆当伊徛伫无共款的教会，咧卖遐画作的时阵，人拢甲伊问到最后拢无甲伊买。真的啊，我嘛徛伫遐，我甚至讲甲喙口全破，大家拢伫遐欣赏，但是我伫迄中间，我就是亲像咱顶礼拜牧师讲起迄两个青啊吼，一个是盆栽顶面的红看，吼500几吨的这个盆栽的青啊，甲这个100几吨的青啊，咱要安怎互咱的心胸亲像迄100几吨？虽然咱了毋捌这个信用有偌济，但是咱会当造福更多的人，祝福更多的人。保罗，咱今日要看圣经节。保罗伊安怎样来表达、传达一个叫做做各话福音的使徒？咱做伙来看，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保罗伊伫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第1节到第4节，吼，伊安怎讲？伊讲兄弟姊妹，我要甲恁提醒啊，我传予恁的福音，恁有接受，嘛用这做信仰的基础。恁若有坚守我所传的信息，毋是空空信，就会靠这个福音得到救。所以伫遮伊讲到哦，人的生命、灵魂要得到救，就要安怎？你看台语哦，吼，你要靠这个福音得到救，你就爱安怎？毋通安怎？毋是空空信啊！你信就爱有安怎？爱有把握啊，爱有真理啊，爱有智慧啊！你毋通信神的，你拢无物件啦。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哦，保罗伊特别讲起，你毋若着爱有物件，你爱坚守哦，吼。甚至呢，伊讲啥？我已经有将我本身所领受迄个上重要的信息传予恁，就是照圣经所记载的。哦，伊开始讲啊。讲一个真正基督福音的物件，叫做啥？基督为着咱的罪来死、埋葬，佮照圣经的记载，伊第3日过活。所以圣诞节，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伫遮。耶稣基督为着啥？为着啥来死？为着你，为着我，真正为着咱的罪来死呢？为什么？因为咱是罪人，咱不足。咱软弱，耶稣基督伊是圣囝，也上帝的囝。上帝知影世间上的人因为犯罪，伊通过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要救人，是通过伊的保护。啊，我讲这你可能感觉这敢一个哦，安尼尔，你爱好好有机会去探讨耶稣伊安怎来死，就是看圣经。人安怎甲无信，人安怎？通过伊所讲的话，伫遐咧摇移，最后甚至甲伊钉伫十字架顶，迄个过程的中间，你就会当理解。一个看我安尼，伊也毋知我叫什么名，但是伊竟然为着我来死。所以兄弟姊妹，保罗伊特别讲起基督个我，就是咱所信的福音的主要的内容啊。安尼了解无？所以我们出去报佳音，为什么牧师说？看一下你旁边的人，他有没有喜乐啊？你出去外面报佳音，可不可以这样？圣诞快乐，圣诞快乐，会使呗？不是呢，你要让人看到你是喜乐的呢。
你可能会认为说，牧师啊，我就是这样啊，你说我本来就不开心了，你要我开心怎么办？你不开心，那你要好好在神的面前要去想啊，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啊？对不对？啊，你来从这个代志安怎交托给上帝嘛？敢不是？好，当你有病痛，你是不是爱来敲找要安怎用好的方法，让你的生命更加健康？敢不是？所以保罗伊特别讲起，咱得爱明白，咱的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甚至为着咱来埋葬，甚至搁来搁活。这个埋葬最重要，唔是互咱知影讲伊为着咱来死是真实的。人若死，必须得爱安怎通过什么埋葬？啊，我感觉圣经内面有讲到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捌讲起吼，约翰福音12章24节到26节，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一粒麦啊，若无落伫地里死，犹原是一粒哪定；若死就结真侪麦啊。人若要服侍我，就对我对耶稣，耶稣安尼讲哦，我伫叨位，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会甲伊尊重。所以伫遮伊讲起，上帝要甲咱尊重，在伫倒位，咱着爱安怎？得爱服侍耶稣。啊，咱伫教会内底，咱着爱服侍啥？像那长子很重要。长子咧做啥物工作？帮助牧者啦，帮助牧者。牧师一个人无法度啦，唯有中级每一个人都爱认定一项事，要做中级的人，拢爱宣誓你要能够帮助牧者哦。你袂当干那要靠你家己的心意哦。牧师有足深的经历有的教会当伊的中级虽然牧师有伊的软弱甲困难。但是有迄个中级最后是骂牧师的最后凄惨落魄拢有咧，真的呢。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可是我从当中我会觉得我们要小心行事，特别是做主服事的工人。所以留兄弟姊妹，保罗伊安怎个传一个这个话福音的使徒，伊安怎鼓励啦？他怎么举例？我们所看的今天的圣经节第5节到第8节。伊咧鼓励啦，有啥物人看见？彼得，耶稣的死个活，这个代志有啥物人有看见？彼得有12使徒，甚至呢，佫有一摆是对500外的兄弟显现，甚至佫啥对雅各第7节，对所有的使徒第8节，嘛对我保罗伊家己，这个还未足过这个出世的人，那早产儿啦。保罗，所以真趣味保罗伊毋是家己讲尔定，伊讲耶稣死过活，这个福音，毋是干那我看到，是这个人嘛拢有看到。所以咱来了解做见证想要牧师讲咱咧做见证，想要咱教会一定得安怎，爱有更较侪人去做见证。要传福音，爱有通过见证。传福音毋是干那传耶稣死过活啦。嘛毋是传讲我家己本身有得到救安尼啦，毋是啊。重要是咱安怎，咱爱去分享，更较侪人，因为耶稣基督得到救的人是虾米人。所以毋免歹势，有机会你会当去写你的故事，写你的故事，包含梅菊姐，伊咧照顾伊的丈夫，真用心啊，用心到啥物程度，互伊边仔咧照顾伊的看护，伊会特别照顾，伊安怎用主的疼去疼这个人？我感觉这个过程拢是足要紧。做一个基督徒要安怎伫生活的中间，得活出做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的，就是为主做见证。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邀请你为主做见证，邀请你为主做见证。好，保罗伊继续传一个做福音，做一个各话福音的使者，就是保罗伊本身亲自的见证。伊讲啥物？伊讲：我是使徒中上微细，未堪得称作使徒，因为我捌迫害上帝教会。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敢有比保罗遮凄惨？无，你敢有比保罗遮害啦？安尼讲啊，
来，你甲你边的人讲，你敢有比保罗遮害？无嘛，应该无吧？你敢有去迫害牧师？你敢有去迫害基督徒？敢有？无啦。保罗伊讲我会当讲是使徒中间上美势，我袂当，其实我袂当堪得做使徒啦，因为我捌迫害上帝的教会。毋过伊讲毋过有上帝恩典，才有今仔日哦。咱拢有上帝恩典，所以咱毋免感觉歹势，咱毋免感觉咱不足，我们也不用怕，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服侍神，因为我们要学习像保罗一样，因为伊讲，毋过有上帝恩典，才有今仔日的我。伊赐予我的恩典无落空啦，我颠倒比其他的使徒搁较拍拼工作。其实毋是我家己，是上帝恩典甲我三甲地地。所以兄弟姊妹，做主的工人，毋是在伫伊的才调能力，是在伫伊认清上帝恩典教也伊用。阿免。上帝恩典有教也你用无？所以当工若咧甲你邀请要做工的时阵，你毋通拒绝咯，因为你拒绝的是代表你拒绝上帝恩典啊。安了解无？上帝予咱的恩典是足够、足丰富、足够野，所以咱毋通拒绝，你得爱把握时间，将你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好，所以兄弟姊妹，保罗伊讲，所以无论是我也是因啊，这是阮所得传的，恁已经有得信的。所以兄弟姊妹，我拢相信，当咱徛掉用耶稣基督各我的福音，对死人中各我的愿望，咱本身的生命嘛学习，我嘛要亲像耶稣基督，为着人的罪，为着人的错误。咱嘛会当学习安怎去做一个有听主的人，会当去甲伊帮助。这就是排起12架，然后咱会当去祝福一个人，互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安尼，你就是领受回应上帝恩典甲呼召。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不断去经历上帝伫咱的生命中，意爱咱会当较侪机会去接触要未信主的人。互人会当真正通过咱来认捌着这个福音。顶礼拜咱去传福音的时阵，我会记得大家有真侪兄弟吼，应该拢有经过这个邮局吼，大桥国小的邮局的时阵，有看到准备要领钱的吼，迄当时有一个姊妹，伊看到阮是欢欢喜喜，两支双手来摕着这个咱的圣诞礼物，然后讲会我会。我有机会会去到你们教会，我们要为这个姐妹祷告，因为上面的那个口罩，有我们教会的聚会内容、跟时间、跟地址，所以每一种方式都一种方式，咱拢爱把握机会，有机会去向人传福音。今日秀婷，这不是这个秀英，秀英姐妹无来，秀英姐妹伊脚无方便，迄天伊安怎？伊嘛是相款啊。嘛是对阮对教会去报佳音沿路安尼行去到因兜，到因兜的时，讲牧师来，迄个马上用画哦，画因孙啊、查孙叫因落来哦，然后足欢喜的，讲这是牧师，牧师这是我们家。兄弟姊妹，我看到遐每一个拍开门，听到咱唱圣诞歌曲的人来拍开门，然后咱将礼物送到伊的面头前的时阵，因的面是带着笑容。但是当因拍开的时阵，你有把迄个时阵甲因介绍无？介绍阮是大桥教会，有无？还是只有甲伊讲圣诞快乐？迄是无共款的。如果若无，明年咱去把握这个机会，有机会会当共讲，所以我会记得后壁面这个就是咱教会边这间，因后生小我1-2岁，伊时常拢咧看咱教会。倒位有咧漏水拢甲咱讲哦。咱上顶关楼因为这个涂骹地面咱即摆来爱去做防水，因为顶面咧漏水，包括咱水塔咧漏水，拢是伊敲电话来甲咱讲的。所以我真正感谢上帝，互咱的厝边隔壁拢做咱真好的天使，咧甲咱帮助。所以当咱去到伫因的面头前的时候，咱毋通惊咧，敢毋是？
咱才有法当将这福音传出去嘛。所以咱来看一下哈，这是礼拜2，我们的礼拜2哈，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剧哦，没有，哦，礼拜日哦，对，好，礼拜日的哦，已经换成礼拜日是不是？好，来，我们一起来看哈。好，咱暗时哈，这是这是早起时的主日，咱看见这细囝哈，因欢喜啊，伫遐来跳舞。咱嘛着爱感谢这老师吼，因真用心，啊，甲因教导甲陪伴。一个囡仔伊会当改变，会当去学习、去行动，我相信迄拢爱开真侪心性。啊，咱嘛看到钟璇甲钟南伊的阿公阿嬷，不阿嬷，不是阿公，阿嬷吼，甲伊阿姑。啊，来到伫咱中间，我看见因的面吼，拢是保持笑容哦，吼，毋是枵疑，毋是惊吓，是欢喜的，啊嘛咧认捌。啊嘛看到这秀华姐的孙啊，吼，沐晨，吼，阿嘉云跟袁涛，好，这是中南中选的爸爸妈妈啦，吼，阿姑跟阿嬷。每年吼，牧师有机会要邀请因的阿嬷，嘛跟咱同款准备一道菜，好，让他参与，有机会参与，然后跟我们认识，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好，啊，何主这毛倒转来伫咱中间吼，这苏重任牧师，退休的牧师，因其实足辛苦，退休了吼，因无亲像教会牧者，吼，会当伫教会内底享受迄个圣诞爱宴，因嘛唔知要去到倒位啦吼，啊教会咱会当甲伊邀请做伙来参与，咱嘛真感谢因。内底嘛有这个牧师娘，这个全方位早餐店的头家娘，吼，甲因的囡仔拢会当伫咱中间吼。这红衫就是这早餐店的囡仔，吼头家的囝。早起吼，我的囝吼，泽恩甲我讲，爸爸，我要去做迄个啥，迄个，我想袂起。毕凯，老师你家，谢谢你提醒我。毕凯跟阿瑞，他说要邀请他们来教会，你讲他们会不会来？我说不会来，你去邀请啊。在牧师娘买早顿，伊讲妈妈，我要陪你来，我要对你来，要创啥？伊要去遐招因。来教会啦，所以我感觉吼，我的囡仔，对伫囡仔有机会来到教会了，伊会感觉讲教会有朋友，爱当招这的人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所以这囡仔吼，我会记得圣诞节了后，平安夜了后，这早餐店的老板吼，私底下甲牧师娘讲，我唔知影恁先生吼，来早餐店吼，拢安尼做严肃。我唔知影讲伊伫讲台顶吼，安尼才搞笑啦。所以伫迄中间就开始建立迄种的关系。所以吼，咱有机会将人邀请来到伫教会，其实会当互咱会当甲伊的接触，佮较无相款吼。所以包含这个秀华姐，这个太义哈，太义佮这个早餐店老板，因拢看咱做伙去报佳音哦，互伊去了解哦。认捌着讲，原来报佳音是这样趣味，去跟人分享这个福气、福音、祝福。囡仔对细汉的时阵，咱的教会，咱来培育新的一代，互咱的教会新的一代，唔免惊报佳音，唔免惊人传福音是何等困难。所以牧师真期待，咱着爱搁较侪机会去行出去。去人讲，咱是主的囝儿，咱是主的门徒，咱是有欢喜有疼的人。这早餐店的老板所以有机会你若去遐买早顿伊姓甘，迄个《阿甘正传》的甘，甘先生。这是俊民就是子安伊这边的港铁啦。所以子安伊做工体的这个朋友嘛，甲伊带来教会。伊若是无班无
无班吼，伊拢会来教会咧聚会。吼，咱真感谢主，咱的同工，咱的兄弟姊妹开始拢咧做这传福音的行动。啊嘛真多谢金惠姐吼，金惠姐伊今日拄好临时有代志，伊本身吼嘛骑这个电动车吼，做咱足好的这个啥麋鹿啦吼，所以吼帮咱这个放上音乐吼，这音乐的这个广播台，这是就牧师讲的，住伫咱后壁隔壁这个吼。伫遮嘛有发生一个见证吼，囡仔甲我讲吼，迄个雨虹，伊甲我讲，牧师，我们把糖果哈送给那个里面的那个叫做莱尔富吧，还是不是莱尔富 ？OK 便利商店，有迄个店员吼，店员我摕一堆糖仔嘛互因啦，所以吼，我感觉讲，咱的祝福就是安尼，当你会晓去共分享的时阵。上帝嘛，通过伫咧中间，通过人来甲咱祝福，所以吼，上帝真意爱咱。你若去传，真正会当互你体会到，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叫做互人的比共体更较有福气啦，吼。这就是早餐店的老板两个囡仔。咱的兄弟姊妹为两排吼，无漏交每一个人哦，无论是要去坐火车，也是要离开的吼。牧师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讲，咱就爱保持这开心的吼。圣诞快乐，主动啦吼。这个人吼，原底嘛呢坐火车聊啊，无喜乐吼，看到咱嘛对咧欢喜起来啦吼。所以我感觉咱报佳音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去向人传上帝的好消息。好，我们先暂时播放到这里哈。好，其实还有礼拜二，咱的青少年因嘛办活动，嘛有迄个碧荣伊本身带4个朋友来，这4个囡仔吼，我发觉因就是安尼，囡仔青少年拢讲叫做，咱咧讲叫做啪哩啪哩安尼，就是安尼敢若做爱佚佗。迄当时我就想着讲感谢主，因来到伫教会，因为迄当时我伫楼顶听到因咧唱歌，是伫3楼的所在咧唱流行歌。我落来较看，原来因咧办即个圣诞节会庆祝活动。我当我看到这囡仔徛伫即个所在的时阵，我心作安慰啥？我安慰是因无出去外口面，因是伫教会。因为这囡仔如果因若毋是伫教会，因会是伫倒位？因可能是伫外口的声色场所，所以我感触足深的讲，咱会当培育帮助这囡仔，因来到伫教会，因若做活动的彼此的中间，学着人捌彼此，嘛，互因会当彼此人捌的中间去成长家己的对话、沟通，包含要安怎做人。所以咱真感谢咱的治安吼，常常爱为着治安来祈祷，吼，伊对无到开始去接触，对开始要安怎变化，咱拢爱求上帝，互伊有更较侪智慧，更较有柔软的心，更较有上帝所互伊的感动，上帝的话语来陪伴这个囡仔。我相信这个囡仔有一日因会豆豆改变。我嘛看见静瑶一个查某囡仔，伊一开始来教会，啥物拢袂晓，无啥敢表达，但是伊伫即个所在竟然是弹琴。弹琴伊嘛毋是真专业，手嘛是安尼刻咧几个音，但是伊就是你会当看出一个囡仔，伊对即个物件的自信，伫迄中间来表露出来。所以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讲，有机会你着爱表露你家己，因为当你表露你家己，就是咧表明你是上帝的囝儿。阿免，咱拢是上帝的囝儿，
咱唔免惊，只要咱学习伫咱生活周遭的人的中间，咱常常抱着这粒有疼的心，将这个疼放伫上帝爱咱所放的所在。我相信上帝要帮助咱，互咱的心若亲像土地相款，不断来做更新，或者疼的种子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开花，来结果子。咱做伙来吟一条诗歌，新圣诗的195首。我的心是土地，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常常伫伊的话语的中间来激励咱，互咱学习操练咱家己的灵性的生命，灵修祈祷，互咱的生命会当不断来做突破，互上帝福音通过咱来得到光阔。咱做伙来吟，坐咧吟就好吼，咱坐咧吟。我的心是土地，爱情乐你的话，若是阮困栽培，就要结实做做。你的话是情志，伫我心金不移，关爱心性我水，就要结实累累，主的道是真理，要长大伫心里，时常勉励假使行踏主旨意。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愿阮的心真实亲像主你爱阮所吟的这首歌曲同款，是一片土地，是爱敬乐你的话语。阮毋若为敬乐主你的话语，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去栽培阮的性命。阮以后阮的生命会当真实结果子多多，来荣光主你的性命，是真实会当将福音来传出去的生命。是阮的生命会当真实活出各我顶头生的生命，来得主你的欢喜，互众人看做真实，毋是虚假，是有改变，是有认真，是有盼望的生命。愿上帝你搁一摆听阮的祈祷，帮助阮，互阮常常通过你的真理，伫阮的生命中间来长大，不断来提醒阮。勉励阮，教示阮，互阮所行伫主你的道理中的时，你的道路中的时，互阮会当哪行哪快活，哪行哪有盼望，哪行哪有方向，哪行哪欢喜，哪平安。当心伫你的面头前，阮要特别为着妙龄姐妹来恳求祈祷。即时，伊嘛通过抗生素的治疗，伫个细胞。要将这病菌、病毒来甲伊杀掉。恳求上帝你帮助阮，阮嘛要挖靠主你的气力，挖靠主你医治的权柄，搁一摆施乐伫这个姊妹身上，帮助伊，互伊伫基督中挖靠主。阮相信你要帮助伊，嘛要通过陪伴伊的着爱丢乐，甲伊的丈夫会当三甲伫上帝你的话语的中间，感动的内底来过得胜医治的生活。恳求上帝你听阮的祈祷，帮助阮，互阮常常伫祈祷中来挖靠主。阮伫你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甲阮三个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准备心来奉献。
请起立，做伙来吟。我将所有献予我主，是甘心乐意奉献。我要常常靠主，甲主相亲到永远。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奉献，献予听我尊贵救主。我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予我主，强比拍板出面前，世间快乐甘愿起散，救主大将我收留。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奉献，献予听我尊贵救主。我所有奉献。咱来这辆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坐。即马是咱公道的时间，请咱掀开酒杯内也的公道事项，为着遮的代志来献主我的祈祷。主，阮感谢你，让阮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阮需要上帝加添阮开解，特别伫阮的灵性操练的内底，无论心心灵，阮拢学习操练阮家己，互阮学习伫委身的祈祷的中间，来经历上帝你的智慧，互阮明白有使主你那有顺服的心，阮就更加伫甲人合一的关系内底，来起做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阮上帝你嘛坚固你的教会的青少年，有每一个青少年的品格、礼貌、专注、学习的能力，不断来提升伊的生命，来经历上帝你的听堂，为你的生命是加最卓越生命的见证人。我们要求主为大小教会在缓缓的工作上面，我们需要更多在神你面前丰富的赏赐，但我们也要更多有信心的在为主你传递福音的工作上来建造强盛的教会。求主你听我的祷告，献上感谢，奉主的名，阿大宽仁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的顾守，互阮平安搁过过的新年。主啊，阮看见你的大能，我看见你的快乐。主，感谢你引带阮、照顾阮，互阮的教会会当哪来拉好。主啊，我嘛求你继续赐福，继续照顾。主，求你赐予阮快乐，求你赐予阮智慧，求你来引带阮，求你来看顾阮，互阮会当继续伫这地面上为着你来跑走，互阮会当伫这地面上传扬你的福音，嘛会当
互阮正出这个地像个光，正出这个地像个阳，互阮会当祝福做世间尽人的祝福。主啊，求你引带阮，求你看顾阮。阮的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圣出名来求，阿门。全能的天父，听阮祈祷，来赐福你面前的情人。即摆我来报告，请咱先归主报。咱下周的相关服侍人员，请咱家己来注意。奉献的部分嘛，请咱家己来看。若有错误，咱向协会落来更正。咱来看本会的消息。今仔日是咱今年上后一个主日，请兄弟用感谢的心向主来献上阮的祈祷，嘛恳求主，互阮会当伫新的一年的倒来。继续伫主面前甲主同行。今仔日的小组暂一摆，另外今仔日下晡，今日暗时8点到9点，伫咧咱的3楼的主堂有跨年的感恩祷告会，咱请这音乐来参加。第2点，遮拍毋对去，咱下周1月9号拜日的暗时要举行咱的中职会，抢中职同工地。第3点，咱伫咧明年1月21日主管明年的第1摆圣礼典，请兄弟弟。第4点，咱明年的会员合会定伫2月25号召开，请咱的同工务必相关的资料，伫咧2月11号进行9号治安。第5点，咱伫旧年的新春礼拜伫咧2月10号的8日举行，2月11号的主会暂定，请兄弟弟。咱即摆来读本周的经句，用台语甲华语拢读一摆。你若持守我所传互恁的福音的道理，嘛毋是空空信，就会对这个得救。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哥林多前书2章14节，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伫遮牧师邀请咱咱为摩丢勒阿叔会长老也为他们祷告了他们也是这个感冒所以他们也是不在我们当中了但是应该是在旁边，在楼下了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也是生病了好几天了牧师伫遮补充报告，讲咱1楼这个公报栏的所在有一个白色的白板你若有注意甲看，伊即摆还有写圣经在圣经节。我们在明年开始我们会每一个月以一个小组，每一个小组以一个月为单位就是说每一个小组我们推派人在礼拜天的时候写经节楼梯嘛伫边啊，咱拢会准备楼梯伫迄个边啊所以互你会当伫遐来写所以你买当请。你有想要写的人，还是你伊写字足水的，咱会当请伊来写。我是感觉讲无一定爱讲你才写甲足水才能写啦。我感觉讲去写迄字，为什么要写？因为伫周间周间这青少年因拢定定咧出入，因拢会坐在咱这办公桌的头前遐。无师有咧感觉讲，这个白板我就是希望讲会当做咱若出入日伫教会中间，家家拢会看到圣经节。我们就要能够熟读神的话语了，所以嘛邀请咱各小组，邀请咱，咱的小组长若甲你邀请的时阵你会当伫遐来做撰写的。礼拜后啦，
请你找时间，也是小组了，咱来家写，啊，家写好水，啊，伫写的中间你嘛先煞背啦，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另外一种的服侍，嘛邀请咱会当来注意，啊，另外就是咱伫楼骹的公报栏下底有一个即个 iPad 啊，即个 iPad 内底呢，其实拢有咱的我即摆搁咧控制咱咧筹备啦，预备就是讲要安怎互包含咱的内底拢有真侪咱教会照片，所以你若有时间会当去做点选，要安怎将这相片来甲伊收纳到一个资料夹，叫做冲洗照片的资料夹。啊，你若只要将这照片用入了，然后阮的边仔放一张纸，互你做登记，啊，然后阮就会去找这张相片，然后去甲伊洗出来。教会会帮咱洗出来洗相片，但是咱爱摕钱去奉献知影就是讲看相片偌济钱，咱爱摕钱互治安，啊，阮会将这相片摕互你，所以这是甲咱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包含未来咱要做报名，有啥物活动的报名，咱嘛通过迄个顶面互咱做点选。各小组啦，咱是用小组做单位。譬如讲，你的小组要参加，有几个人，咱就是请小组长派一个会晓使用的，去代表去做点选。安尼，我相信咱的统计资料会更较完整，拢伫线上的。这样子我们在操作无有几若摆牧师若要找到迄登记资料有当时找无啦。所以牧师开始想着讲，这个物件。要安怎达到，互咱的教会会当走向更不一样的这个 AI 的世界 ，AI 的世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嘛，请咱让这位来配合。明年度咱的教会要来推动一个活动，就是代祷告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开始进行叫做代祷的团队工作。所以明年度咱的顶半年会先做的工作就是小会员。所有的小会员会跟牧师做伙来做代祷团，所以阮会先做操作，就是咱将咱所要写的有3种，有找一天咱伫会后啦，礼拜后，牧师会找一个时间，会开短时间来跟咱介绍，甚至互咱了解要安怎使用这个代祷卡，包含祷告应允卡，包含一般，事工属纲事工代祷卡。那一般代祷卡里面有3种，叫做紧急代祷卡，另外一种叫一般祷告卡，还有另外一种叫做隐私卡。什么叫隐私卡？就是你希望牧师为你祈祷的，所以这样代志就是牧师会知影。所以我拢会先将这个卡代祷卡卡片收来，拢是牧师先帮咱看。若是隐私卡的，牧师就会先收起来，袂互小会当中看到。后半年、下半年，我会邀请咱所有的中级同工，所有长职同工，也要投入在祷告的团队。所以我们要开始做操练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习怎么为别人祷告。所以我相信我们这祷告也有祷告的应允卡，也就是说，祷告要蒙应允，要有一个期限。我们要去印证上帝如何来听我们的祷告。好，牧师报告到这敢有新朋友无啦？好，咱请咱做伙起立，咱互相来请安互相来请安，行平安礼平安，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祝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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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祝福，上帝祝福，上帝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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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上帝听你，圣诞节，上帝听你 ，Thank you。平安，上帝听你咯，上帝听你，上帝听你，上帝爱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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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听互咱出去做一回，听互咱出去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回，听互咱出去做一回。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恳求上帝施恩赐互咱。恳求上帝施恩赐予，保佑一
大家三听好无？有主主好，有切保罗，兄弟姊妹好好，虔诚祈祷，困他圣经，正做小主家庭，全家大小做出信道，所行照主活动，他人正文为主见证，万事做主更定，安分守己，敬虔知足，不敢放纵私欲，或是快乐，或是艰难，求主赐我平安。求主点愿中，正做爱的路好，上帝三听，彼此好无，享受地久天国。愿咱伫主的听的内底，伫旧的年要过，新的年要来，咱着和睦三听，服侍主，服侍人，和睦三听，合一的心志，跟对主脚步来行。愿上帝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角之地，保守咱，互咱的心怀意念，得主的欢喜，荣光主上帝。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默祷。